根据着国检署的调查，讲有94%妈妈拢想要饲母奶，不过妈妈常常因为这上班困眠歹、压力大，致使这奶水无够。国检署这几年也要推动这母囝亲善医疗院所，协助妈妈伫生产了后，会当有一寡饲母奶的资讯甲协助。医生也鼓励这妈妈饲母奶，也通好来降低着奶感抑个卵巢癌的几率。妈妈生囝了后，奶头的神经会传信息，互大脑的脑下垂刺激奶素生产，对血流去奶房，才个出奶水出来。根据国检署109年管饲母奶养饲计划，有94%的妈妈拢想要亲身饲。不过，袂少妈妈伫咧产后，因为困眠歹、压力大、奶水少，饲奶的意愿嘛降低。通常在临床上真正遇到一些奶水不足，其实很少，而是妈妈通常是自觉奶水不足，所以她因为这样而失败。参加支持团体还是找对医护人员去帮忙你，这才会成功。喂母奶虽然说刚开始会真的蛮辛苦的，可是因为其实看他吃的过程中，就是都会觉得满足感跟安全感都会比较大，他真的很少感冒。有早产的妈妈透过亲善病院服务成功饲奶，医生嘛表示，母奶唔但对红婴仔的脑部气化发育真重要，妈妈得癌的比率也降低。婴儿方面的话，因为有母乳的里面的一些很多的这个活细胞啦、免疫细胞，减少他们的生病、乳癌的罹患率啦，还有卵巢罹患率都可以降低哈。过去大概整个孟福利大概是占了37%啊，母婴亲生的医疗院所，那个涵盖率。过去来讲，我们已经在22个县市都有，那么已经达到我们3/4的baby 都已经在这个亲生医院里面来了。台湾推动母婴亲善医疗院所的认证制度，对101年的38间到110年已经增加到163间，涵盖全国出世人数的73.4%。国检署表示，这阵亲善医疗院所继续在增加，希望提供妈妈更加完善的照护。记者阿明金曾派文台北报道。